我们的尤院长他前几天他说要不要考虑把这个中医改成台医。最近大家在讲国考啊，国考的有一个考试叫中医师的检定考试，这个是在专业技术的职类里面，是吧？院长，对，是。那这样的很多的考试的科考里面呢，都有这样类似的用语哦。但我想我们的尤院长他前几天7月5号呢，他在这个相关的一个会议上里面，他说要不要考虑把这个中医改成台医？那很多人就觉得这个用语非常枯手，可是我认为尤院长一定有他一概的在这个爬书这个相关文献也好、资料也好，他才会有这样的想法。那所以我在想请教。我们未来在科考里也好，点试的这个相关规章里面也好，有考虑要把中医师考试的这个名称修改为台医吗？台医师吗？那个跟那位报告哈，这个问题是这样，中医的名称哈是其实自古以来，不要说自古以来了，至少我知道的这几十年来有很多不同的名称，是有汉医，有整合医学。有叫做 TCM， 就是传统中国医学哈。我的时间只有7秒啊，我想我还是帮尤院长拉个票啊，就是说如果要考虑改这个相关的考试的名称，是不是可以考虑台医师？这个。好，谢谢赖香林委员。我们在宣传，跟表演、跟训练、跟操演之间的平衡应该抓在哪里？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军可以更好。那也正是因为这样子，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的面对我们可以检讨的地方。那就是第一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军可以更好。第二，我们都非常珍惜我们全体军人的付出，每个人的牺牲，每个人的生命。那第三，我们也希望有更充足、更充裕的资源，不管是人力还是训练，还是我们个人的装备，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任务，那就是顾好这个家。所以我希望今天大家记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。那过去20年，我们看到台湾跟中国的军事平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我们也希望可以好好的来谈，那台湾的整体的这个防御的战略应该长什么样子？社会大众知不知道每一个单位的角色、每一个单位的任务、每一个单位的位置应该是什么？我觉得这个我希望我们可以理性冷静的来谈了。大部分每一个人都曾经在那个基层单位，接受上级的工作、上级的指示、上级的任务。那我们每一个人也二话不说，努力的操演。尽我们所能去完成那个任务，那这个心情我们每个人都了解的。那也正是因为这样子，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的面对我们可以检讨的地方。原因是我们重视、我们爱护我们的军人，每一个人的时间、每一个人的付出。宣传、跟练习、跟训练，中间是要有一定的平衡了。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讨论的是，我们在宣传、跟表演、跟训练、跟操演之间的平衡应该抓在哪里？我们的资源分配，比重应该是多少？我觉得这是大家应该要有的一个讨论。我也希望我们今天的发言可以促进社会对这个议题、这个重要的议题的一些讨论跟更重要的是对我们国防政策的改善。